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拜六下晝嘅客家精神會，我係陳彥祖。也呢喺下晝2點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要開始嘅。唔過呢啲關心緊比進行嘅疫情發展一片前呢，啲鴉片呢有一類天使之星，我同大家先來做分享。最講呢，今年第1號嘅風災黃鵬風災呢，一下嘅建立台灣係見來見去呢。嗰種氣象局啲早晨12點半嘅時節就針對嘅黃鵬風災係發布嘅海上風災警報。而家呢有特別注意呢，就係啲台灣南片嘅巴士海峽鴉片，仲係南部地區同東半部地區鴉片都有可能會有衝動。而且用親朋友呢，也建議呢啲亞嘅海上發通也係重要時節，都係特別注意安全。你看一下呢，一個風災呢，一下呢加重型非洲都帶啲內容。啲早晨嘅時間呢，其實呢一啲風災嘅重型非洲就係啲歐南偏、東南偏，差唔多呢西南偏差唔多西北70公里嘅海面風，咪就係差唔多呢啲一啲菲律賓半島嘅西北偏鴉片。而家呢一個風災呢，佢用1點鐘差唔多13公里嘅速度，繼續向定一個北北東嘅方向來行，差唔多呢到天公日早晨11點嘅時間呢，就會離台灣東區就會來到台灣南部嘅海面風哦。雖然講呢到籌備其實認真風災啲接觸到菲律賓半島過後，受到天氣嘅破壞，故所加強土呢又對中土風災講大到強土風災。不過呢，同志朋友還係要特別注意哦，認真啲風災外圍環流還係可能會對台灣帶來較大嘅水氣，像係啲近比台灣天時，啲東半部鴉片其實天時呢都冇乜問題，都有可能會落一層嘅雨。係講呢啲西半部地區其實天時呢咪係較險面的，嚟睇一下氣象局嘅講法，同大家來做提醒。第1號颱風黃蜂，它已經減弱為一個輕度颱風，它目前已經從菲律賓陸地出海，預估往北進入巴士海峽，也預估它會以輕度颱風的強度，在明天從巴士海峽往東北方向移動，會經過我們台灣的東南部海面。其實今天在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先提醒海面上的狀況啊，今天、明天甚至到後天，東半部海面、橫穿半島和西南部海面容易有長浪的現象，包括遇到蘭嶼附近啊，所以長浪現象提醒大家從事海面上作業和活動要特別注意。至於在陸地上的天氣，在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東西兩邊的天氣形態是有些不一樣的。我們預估今天東半部地區和橫穿半島雲增多，有一些短暫陣雨或雷雨的機會。其他各地像西半部地區是比較炎熱的，預估高溫中部以北大約34、35度左右，南部地區則在37度左右。也預估剛剛所提的台東地區以及中部以北山區會有局部性的大雨發生。至於明天是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不論是它的外圍環流或是颱風本身的環流影響，東半部地區、南部地區會斷斷續續下陣雨或雷雨，然後其他地區也是多雲啊，然後有些地方午後會有陣雨，提醒大家明天所下的雨勢則會是颱風，到時候它的環流是有多接近而定，這氣象局會持續的觀察。其實呢，東半部地區民眾呢對早晨氣勢呢都會顯明感受到，其實呢海順的風動都已經變到有較強嘅。係講呢啲早晨嘅時間呢，全台灣各地其實單單呢都會看見到熱帶嘅天時形態。唔過呢，受到東主過後，熱對流有較強，還個有受到一啲黃鵬風災外圍環流影響。故所呢，對於東主氣勢氣象局就特別針對嘅全台灣14縣市發布嘅台語貼報。而家呢，我特別注意嘅所在呢，就係從亞嘅中華縣，還個有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還個有高雄市，呢度南部地區呢都有可能啲東主過後會落雷陣雨。那我呢北部地區要注意嘅所在，從一啲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還個有新竹縣。那我呢宜蘭縣咪係要注意，就係定價一下，就有可能會落太麻麻雷陣雨。氣象局呢就特別提醒民眾嘅，認真一啲東主過後熱對流動強，故所呢一個雨也會一下都下來。嘅山區鴉片嘅可能一下河壩水就會太麻麻，故所呢同時朋友啲山區發通嘅時間呢，都要特別注意安全。韓國呢啲下晝過後出去嘅時間呢，未要記得來帶仔，注意天時變化，亦係有關天時之星同大家來做分享。
好，以上呢，我这个继续来看到同疫情有关的消息。最讲呢，近比定价以下呢，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停电就要开始。这个所有民众呢，可能呢都都希望讲台湾一啲无确诊限制的继续维持下去。加上呢，近比台湾很希无确诊，嘅台湾就已经系连定9日都冇新增加确诊嘅案例。故此呢，以下呢，其实呢，指挥中心呢开始带头会同大家呢来示范相关的平用措施。如果你讲到亚部分以前呢，以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停电就要开始嘅，我们看一下以下现场情形。好，我们各位好朋友，好，大家午安。那谢谢大家，好，今天能够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副指挥官以及我们的专家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也都在指挥官的左手跟右手侧。那在各位的最右手侧这边呢，那这是我们的社区防疫组的庄彦祥庄副组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一天来的一个工作的情形。好，跟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好，那解隔离有389人，好，解隔离。好，那大家中午有没有在吃过我们的卤肉饭？好，那也跟那个大家也开一个玩笑了哈，当然蛮高兴的。那个今天那个庄仁祥就跟我讲说9令来了啦。我说我9令来了，有这么大咖的来这真的是很好。那没有，是9个0啦，是9个0。我们连续第9天没有确诊的个案那当然我们生活里面的快乐的元素就越来越多。那昨天晚上我们针对在 WHA 的推案那也召开了一次视讯的会议那参与的国家也相对的多那成绩也都比我们以往相对在日内瓦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开会议的时候，那就是不管是人数成绩都比以往要来得多。那大家仍然对我们台湾现在在推动的相关的这些防疫的措施跟造成的一个成果也都非常的好奇也提出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希望了解台湾是怎么做的。那相信台湾在这段时间的经验未来也是会作为一种在防疫上的一种模式。我认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代表自由民主的地区怎么样运用人民的合作那能够做成一个更好的防疫的典范。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东森电视这边有一个问题要来提问。指挥中心在4月10号的时候，有针对国家公园、游乐区和夜市等等人潮比较密集的地方实施人流管制。那摊商和消费者应该要全程佩戴口罩。想请教这个禁令目前有解除了吗？谢谢。像国家公园跟那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那个人流管制稍微有放宽了一点点的把这个标准有放宽一些了哈。那摊商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都要戴口罩。好，我想就是还是说基本的原则嘛就能够维持社交距离，我们就不用戴口罩嘛那如果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交距离，那就需要戴口罩。那有慢性病的那有生病的那尽量在家里休息，要不然就是要戴口罩。我
联合报提问，不好意思，我想要请教一下，是说，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有防疫新生活的4大原则，但学校还是会担心，而且他们也无法承担起，就是说可能在毕业典礼这些大型的活动，如果出任何差池，所以他们普遍目前还是决定说不举行，或者是以视讯来举行毕业典礼。但是毕业典礼整体来说，其实也算是小朋友他们重要的回忆之一。那指挥官，您会如何看待此事，然后如何建议此事？谢谢。到目前来讲哈，在毕业典礼我们并没有就是说一定要建议说一定要停办了哈。那但是还是要基本维持一个社交距离，或者是戴口罩。好，那我相信哈，在这样情况，因为人哈都是相对学校的学生嘛哈，所以是可以被控就是说可以就是管制很清楚的哈，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联络。好，所以适当的这样的一个防疫新生活的指引，如果能够遵守的话，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是一定要来停办。那我也收到很多的小朋友就是说，他们的毕业毕业旅行怎么办？他们反而对于毕业旅行倒是蛮关心的哈。那我觉得毕业旅行的话，其实小规模的来办其实我觉得就跟平常在上课一样嘛。都是同一个班级，同一台游览车然后这样同样一同的出游那也是应该是也是蛮好的在整个社区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只要对于相关的一个旅游的的一个旅社的安全那相关景点的安排只要适当就好。那另外我也特别也收到了某一个高中的学生也写说，他们学校都要办这种毕业的时候办这个水球了所以他们说他们都会戴眼罩了戴那个相关的一个口罩了跟保护的地方，问我说能不能办了我实在是想建议说可以了我请他们就是说学校来跟我们这边社区防疫组的稍微讨论一下。因为我常常以前在电视也看过，那个大概确实在学生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那如果能够适当的方式，跟我们的社区防疫组做一点讨论，那我认为办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回忆。部长你好，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提到说关于这个昨天的视讯会议，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结论？那对于5月18号的这个大会的与会资格，想问一下目前有什么进展？谢谢。在昨天那样的一个视讯会议里面，最主要是我们来报告说我们这段时间怎么样进行我们的相关的管制，那在哪一些时间点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跟我们期待能够达到哪一些的效果。那当然大家对于就是说我们参与 WHA 都是表达支持之意。那不过最主要还是聚焦在这个我们实施的怎么样去做相关的这些作为的讨论比较多。中天提问因为台南市现在是6都中第一个解禁的舞厅，那针对8大的解禁，我们指挥中心怎么看？有没有其他县市有来和指挥中心讨论了，说能不能解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就是上午有到宁夏夜市嘛，那其实有很多都有做卤肉饭的，怎么会想说找到胡须章这一家？是他们有来找上你们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之前林佳龙有提到说10月1号3阶段的第3阶段边境要开放，请问这个是如何规划的？10月1号这个日期是如何评估出来的？以上，谢谢。有关于交通部相关的这些规划，当然都是一个应该说超前准备，只是他就在上面的时候，如果时间到了，他要做什么事情，那预先把它规划好。那当然必然还是有一个疫情保留的原则嘛，当然疫情有变化的时候，那相关的计划那也必须做一些改变。不过交通部是先把他原来的构想一步一步的这样有一个 schedule 这样来做预先的安排。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台南是有开放一个这舞厅，那当然他们有在他们一定觉得这样有能力来监督的情况下就开放了。那其他单位我只有在新闻上有看到说，好像北市
是要来文。那到目前我还没看到这个文，那来文之后我们会来检视。长官好，长官好，3例提问。现在因为国内已经也都疫情比较趋缓，然后已经有9天没有新增确诊的个案，那医疗量能也相对比较充足的状况之下，指挥中心有没有考虑就是针对先前就是禁止医事人员出国的部分，有没有考虑有条件来开放？然后另外针对北捷还有这个计程车，有没有考虑说没有必要强制戴口罩的部分？谢谢。且大众运输工具在乘坐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戴口罩。那毕竟呢，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不太容易。那开放医事人员出国，我们本来就有相关的规定，在以前就是等于应该是说，现在全部的区域都要来部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审视跟那个核准的动作。不过目前虽然现在疫情是已经比较减缓了但是除非有公务上或会议上的必要，那我们还是不建议。指挥官你好，这边民事提问，想问一下，因为 WHA 18号就要召开了，那现在就是有传出中国大陆其实也展开了一个外交的反击，他们要求各国应该要共同联署致函给 WHO 来力阻台湾参加 WHA，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跟我们台湾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反击吗？我想在相关的一个相对的国家必然做某一种程度的运作这也是免不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台湾的这样在医卫的贡献努力来争取我们参加的机会。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因为指挥官有接受媒体访问，提到商务人士入境的检疫有放宽的计划，那想请教目前的规划方向，谢谢。有这个我们规划马上就出来大家都对这相当的急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相关基本上在专家这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看法应该趋于一致那但至于说相对的疫情的国家的相对的对象，还有进来它在商务上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个我们有一部分还要看经济部那边跟我们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些人事物了那另外我们会针对有不同疫情的国家，然后在进来之前或之后有不同的一些检疫的作为，那这一些我们都朝向最基本上还是一样，然后如果要来长期的来，我们大概还是会维持我们检疫居家检疫14天。如果进来它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时候，那我们大概有一个专家学者所建议的一个规划。各位好，华视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交通观光解禁的3阶段。那其实，在交通部提出的第2阶段里面，有提到说，可能预计从8月1号开始会取消强制戴口罩、量体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那想请问一下指挥官怎么看？因为如果说收到这个交通部的这个内容的方案之后啊，那指挥官这边会不会来解禁？这样，谢谢。我刚才讲那是交通部的一个他照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时间表，那还是要根据疫情的一些情况。那目前以现在的一个情况而言，我觉得个人的防护这一关还是不要解禁的那么快，会来的比较好，除非有相关非常突破性的进展。不好意思，中天提问，刚刚有提到3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其实上午去宁夏夜市现场也是有其他做卤肉饭的业者，那怎么会想说会找到胡须章这一家呢？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谢谢。好，那本来是为了刚才忘了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本来就是说就是要稍微看看我们各种的餐厅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有几个选择了那我们基本上还是从庶民经济的这一块想说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贴近大家生活，大家比较了解这样的情况。那本来幕僚跟我建议说要吃冰
那我吃一些甜的东西啊，我觉得好像我们来示范，先从吃甜的，好像不太好，常常吃太甜，有时候会蛀牙对。对糖的饮食要适度适当啦，所以我说要吃咸的啦。那要吃咸的，那咸的要吃什么？或者就是这卤肉饭，就是大家都常常在吃的嘛。那我想说好，那就吃卤肉饭好了，然后剩下就他们去安排了，就幕僚去安排了。其实这卤肉饭胡须章我也不常去吃我比较常去吃的是我说要在以前我们在卫生署的时候，那个对面那边是有一家生意还蛮好的常常去到排队排很长，那我倒比较常吃。不过讲卤肉饭就是大家都经常在吃的，我这边应该是大家都有吃过嘛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平民美食嘛庶民经济。好，今天是礼拜六我们终于能够在半个钟头内把记者会告一段落。好，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记者会都到这里谢谢。近比台湾韩系位置无可证，故作呢从系指挥官陈时中呢，记住讲社会讲近比呢系九例，意思呢就系9位让台湾已经连登9年都无可证了。到近比位置呢，台湾总共累计的确诊人数系来多嘅442，韩国呢总共有73人死亡，那么解除隔离嘅民众也呢韩系继续地增加，已经来多嘅389人。嘅比佛普当局呢，佢發出嚟也嘅圖片呢，佢當局呢就同大家呢來做加油，希望呢大家呢繼續來幫忙來做好防疫行政法運通。今日嘅大會當中呢，指揮官陳時中沒有本大家問到，其實呢也基建都係5月15日也有動到嘅學校都基建準備為辦畢業典禮嘅，沒有的學生呢其實呢也都當其他希望呢來參加也嘅畢業旅行。其中記者呢就問指揮官陳時中講，嘅也呢學校假使想為辦減油辦法咯。嘅陳時中呢記住同大家講，其實呢也下以前呢基建有卡分呢，故上呢。佢咪唔係講，聽從呢會要求講學校呢都總得來辦，竟然為講假使呢大家呢做得保持社交距離，韓國呢大最咩嘅學校假使想來辦畢業典禮，也部分呢都還係做得嚟。然後呢，假使呢有學生呢，家長呢想來辦畢業旅行呢，也係講佢有講到呢，有啲學校呢會辦一個特需求嘅法通，按用嘅學校嘅法通，咁做啲呢來舉行咯。嘅指揮官陳時中沒有同大家講，一部分應該係做啲認真從係特需求按呢法通，對當到嘅畢業生來講呢，都係一個當然填表提嘅費益咯。係講呢，從畢業典禮、畢業旅行呢都係強強，故所呢假使人數冇按到嘅防疫措施。有做好，也部分呢應該呢係做得繼續來辦下去嘅，也係針對近比國內進行疫情嘅部分。稍後呢，同大家我來講到，就係一個防疫行政法到底為樣嘅來做呢？從佢哋早晨嘅時間呢，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自家來示範本大家看咯，佢就去到台北市嘅遼寧嘅街邊呢，有一間老肉飯哦，同有名嘅老肉飯。然之後看到呢，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係到東歡喜哦，是到數字公都徛起來嘅。係講呢，咪夾定一粒一個老卵，意思呢就會希望呢，台灣繼續都會維持一個人，就會講維持無口證。而係樣嘅來示範防疫行政法咯。然之後看到呢，其實呢，一個傳統都方呢，嘅當個人同人之間都一個透明嘅表嘅留睇間嘅隔開來。係講呢，從一個城市中加上副當個沒有疊的一種疊字，一個疊字係乜嘅咯？一個疊字呢就係簡單嘅啲銀行呢批傳統世界都會攞量體溫，假使呢體溫呢冇超過規定嘅37.5度，就講冇發燒，然之後呢會發一種講當個下啲冇發燒，唔做得安心來示嘅一種疊字，希望呢大家較放心嚟為盡量呢來示範。然後呢韓國呢從
像家下讲哦，将会美嘅动作呢，我有一个病嘅隔开来，系我哋相互之间为保持社交距离哦。佢哋现场时间呢，就用人们城市中讲，佢假使呢系规划客人想去示范嘅大家呢行为保持社交距离么？城市中讲，假使系亲戚朋友认识嘅民众，应该就唔是嘅。唔过呢，假使呢，唔系同坐隔壁系唔熟悉嘅人客，嘅行起建议，大家呢为保持社交距离，按用呢对防疫呢较好。最讲呢，整一下呢系防疫前程在运通，故说呢。陈时中就同大家讲，假使呢要好好做到防疫工作，都做得较强壮的一个生活方式，做得恢复正常，做得去我背这东西去我背老了，大部分呢都冇问题嘅。最讲呢，整一下关于疫情期间相的卡方呢，大家呢都见来见风险，先前呢有动到政府禁止的相关法通，一下呢就做得继续来判哦，从系行业认证，其实呢从先前呢今年呢一路初级考试。第一台次同第二台次都认真受到疫情的影响，就来起社会。嘅第三台次嘅禁闭就啲推动鸦片来举行嘅。为了防疫，其实呢，啲四种鸦片呢，啲学生呢考得过后呢，都要来进行一条清洁消毒。还我有所有考生夹掉啲考试时间呢，为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为错卡验到嘅。韩国呢，啲睇考试时间，大家呢全场待定最咩来看人呢新闻报道。不多时节限量体温，低在下面，中上强的耳朵靠长切，上述海是9级的小托。自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全国体查出嘅行业认证，第一推动关山国中来拍，有些嘅考生本5节来考试，每节抢有生意嘅考生做得落机，考生全场做低在下面来考试，一头考生自己的体力，跌动嘅榜眼来。像我们是采取隔位坐，那每一场的考生他都需要戴口罩入场考试。就忍着吧，忍着几分钟，到的时候再脱下来。好，你呢？你睇人低定在咩考試做得？做得。做得嚇，唔係感覺唔舒適。唔會。疫情影響，各級學校都今晚開學，甚至到合法課位、舊課位課本，今晚送到各社會學生嘅數學。有行業宣傳是專業面，關山藥廠做嘅認證，通過嘅比例可能會減少。不過學校在9月份還有全國認證考試做得報名。今年貼批嘅是講有200幾飛啦，往年是全部是全國認。市委員也要強調，每一屆考生結束考試過後，都會同天龍實批做嘅一條全部消毒，幫考生做得安心的來考試。下個新聞這邊討論不同。今日啲新聞都好呢，做哋看到呢，今年頭一場嘅行業認證初級考試呢，總算做得這個順序來舉行嘅。啲考場鴉片呢，其實相關嘅防疫工作都會做到當嚴謹哦。從係呢為小偷、為量體溫，韓國呢大家都係帶定一啲最嚴嘅。其實呢先前嘅考試起程嘅時間啊，有當到學校嘅學生，韓國有考生，尤其係加重鴉片都當受利哦。而家你看到一個考試做得繼續來舉行嘅，其實呢大家都當歡喜。你希望呢大家呢做得繼續來好好來學下法，留一啲學法繼續傳下去哦。好，看起嚟關於有關疫情嘅消息過後，接下來呢我再過來看到係國際方面嘅消息。所以講呢，而家全世界嘅疫情呢，已經冇像前幾十年一樣呢，見勢見厲害。而家呢，全世界疫情看起來呢，雖然講有繼續增加上去，唔過呢，已經有較緩嘅哦。到近比之前嘅統計，全世界確診人數係總共來到454萬例，同錯比來比差唔多呢係增加10萬例。然後呢，死亡人數呢係來到30萬3人。你看到呢，一個係美國，尤其係美國，一下呢係係全世界疫情最嚴重所在。唔講你啲亞裔部位，尤其係亞裔人，其實呢一個確診人數都有變到較少上去。你看到呢，一下嘅圖紅呢，全世界來看，美國呢係係全世界疫情最嚴重所在，然後呢，天熱最嚴重就係啲歐洲鴉片，見到係清楚標出疫情嘅中國，也呢其實看到呢一個疫情已經漸漸嘅控制下來嘅。從啲籌備嘅時節，美國呢已經有28個州嘅1年內確診人數呢都有係降低情形。因為看到呢一下一個全世界嘅確診人數哦，一下呢美國係喺全世界確診人數前多國家，確診人數來到147萬3人安多，同第2名、第3名一個國家其實呢係數上睇碼，其實呢係多係非常嘅多，從係第2
确诊人数较多所在就係俄羅斯，第三嘅係英國，第四嘅係西班牙，韓國有第五嘅係意大利。因此嚟看到呢，其實第三名到第五名，一個確診人數都係差唔多都係來到22萬到23萬邊嘅。也呢，也嘅美國咧，這片呢疫情呢已經漸漸嘅控制化，下來嘅故說呢，有眾多民眾都希望呢為各單位來重新啟動經濟發通，希望生活做單位恢復正常。不過呢，仲係啲先前有啲消息，還係本眾多美國人知道講有單位緊張哦。就係先前呢，美國嘅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夾到其實呢係第3月4月又爆出大規模嘅群體感染，加上呢，一下呢大部分嘅官兵呢都係啲關島鴉片呢。來隔離來檢疫，給所有官兵呢家條呢都係採檢，都係陰性呢，將做的呢本家條去到重新轉到上空去。如果呢啲前幾年嘅時節又有變出一個問題，又疫情呢又再個扯開來，就係啲5月15嘅時節，嘅美國海軍呢發言人記者有證實咧，其實呢一下呢啲美國嘅羅斯福號有5個官兵係轉到上監空過後，重新採檢又變做陰性呢，就講講一個疫情呢會在嗰啲上空別開來，故說呢，一個海軍方面就同家嘅老手有接觸人，差唔多有18人，然後家到搶下山，也相關上空嘅小偷，還個有防疫措施未都啲加強。因為看一下其實呢，羅斯福號嘅啲3月4月別出群體感染暗湧嘅問題，幾時間呢上空差唔多有4000人嘅官兵，幾時間呢差唔多到4年代時間有減嘅1300人，差唔多呢係95人，特別到一個武漢肺炎，到1百年這個增加嘅50人過後，有可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嘅50人。幾時間呢？驗證疫情變開來過後，故所一啲監總都驗證案呢有下台，嘅所有嘅官兵一下呢都含一啲關島嘅片來進行隔離、進行檢疫。唔過呢，美國嘅片、本土嘅片有眾多嘅民眾，一下看到疫情期間漸漸嘅有加翻呢，故所呢就呼籲政府為大家本大家生活相關嘅管制措施為牢記解封。嘅美國政府呢，其實美國總統川普嘅態度未係暗用，其中認為講一下經濟發通政經同重要，故所呢啲防疫韓國要重新啟動經濟一部分，為用嘅來揸做呢，其實呢就有專家建議講，一下呢形成疫情扯到案例化嘅外防政經東南風，可能呢一個病毒會永久從一個流感病毒啊，見停定 LED 生發當中，睇下呢為治好為用嘅同病毒。來仲係相處，來重複生活，來看呢新聞報道。新冠病毒疫情雖然有吸得單位，但造成眾多嘅案例，仲係無抗人個人嘅痛苦，而風營業超市工作嘅危險同辛苦，以下以上因關啲無卡而艱苦，家庭親子關係會有問題，無頭路嘅經濟案例，社會本然車尾都壓到，當呢個形成全球性嘅心理衛生危機，聯合國秘書長古提隨時是不是讓你呼籲各國政府為從事呢個問題，加以更加多嘅行動同經費，對同人民聽過心理難關。Mental health servic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all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OVID-19. They must be expanded and fully funded. Parents should always be on the same team. Don't let the children play you. Good luck with that one. 英國國防學院嘅心理學家貼片同防疫期間期間嘅野外作為短片，搞以下調用為啲有限嘅空間同成人嘅長時間扶貧相處唔係都唔夠，受到醫學評價。但為英國羅漢普頓泰國美當地嘅調查，一定要輔理工作者嘅心理空間情緒，雷同衛生同橋雷聽做有效嘅管理。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疫情可能會持續10年，將會速度控制，新冠病毒有可能永久都唔會消失，仲可以維持病毒強用，是要同其共存。防疫新狀態之下，大家連透氣都唔需要，接種會少核酸水也有問題。要做透氣學會總是免疫體主講，天就會啲核酸水毒學嘅病毒量就總對選出安全距離同傳染性，不過也同佢嘅情緒都有關係。If you are coughing, you produce more aerosol. If you are sitting on your desk and you do not talk, you only breathe. It's a very small amount. A little bit higher if you breathe very hard. For example, a sportsman in exercise. 三九幾年未改善狀態，啲各國都想解封叫經濟嘅同時，美國泰國都要巡堂，係用人工嘅嚟推透明嘅金標，用神奇嘅方式嚟開銀行之間嘅基地。記者是非常便宜。
刚刚的新闻都方其实呢有讲到一个重点咯，就会讲现在呢虽然讲全世界疫情有卡翻呢，各国的政府都上忙都希望来个疫情控制下来。不过呢上半下就喺美国标出疫情，上半下呢又喺欧洲标出疫情，有当多民众呢可能看到一个疫情的相关消息，就会知道讲当紧张。嘅专家就建议，其实呢大家呢伫面对疫情的时节，唔但像身体空间要注意，佢从心理也部分呢要来注意嘅，大家呢要提供为用嘅呢同一个病毒呢来好好嘅来相处，认真讲一个病毒有可能嘅永久呢就唔会唔健体。嗰种呢大家为用嘅提供，假设发生疫情嘅时节，面对佢要用乜嘅态度来面对佢，一部分呢其实呢大家呢都还係為好好來好好來研究嘅。咁以上呢就引見俾同大家要嚟整理嘅相關疫情重點。相信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嘅時節，個繼續嚟收聽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業祖，我係許麗玲。當你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情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